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9章，设立避难城。上主恁的上帝消灭遐个国，将因的地赏赐恁，互恁徛起伫因的城甲因的厝以后，恁就将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分做3区，每一区设一个城，搁开路通到遐，互杀死人的拢通走去遐。若有人无意中杀死甲伊过去无冤仇的人，伊通走去避难城保全性命。譬如讲，人甲伊的厝边去树林错茶，手举斧头一个错，斧头仔落去伤着厝边，厝边煞死去。这人就走去任何一座避难城，通保全性命，才免因为路真远报冤仇的心火刀，惹着迄个杀人的人，甲伊杀死。其实伊毋应该死，因为伊甲迄个受误杀的人无冤仇，所以我命令恁着设立3座避难城。上主恁的上帝若照伊对恁的列祖所立誓的，互恁的土地扩展，将应允要赏赐恁列祖的全部互恁。恁若遵行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一切的诫命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常常行伊的道路，这3座城以外，搁着设立3座城，才免无辜的人会废留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，直到恁着承担无辜的人受杀死的罪。若有人怨恨厝边，埋伏攻击伊，甲伊杀死，后来走去避难城，迄个城本城的长老就派人对遐甲伊掠出来，交互报冤仇的人甲伊处死。恁毋通可怜伊，着对以色列中拄去杀害无辜的人的罪，互恁事事顺利。诫旨的条例，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土地，恁毋通移山厝边的诫旨，迄个是以前的人所定的。证人的条例，若有人做什么毋对，犯什么罪，毋通简单听一个人的证词，着有2个还是3个证人，才通甲伊定有罪。若有人恶意做伪证，控告某人背叛上主，这2个人就去上主所竞选敬拜伊的所在，徛伫值班的祭司甲审判官的面前，审判官就详细查问，若发现见证人做伪证，要害伊的同胞，恁就照伊想要对付伊的同胞，安尼甲伊处罚。安尼，恁就对恁中间拄去这款邪恶的事。其他的人听到就会惊，无人敢搁做这款可恶的事。恁毋通可怜伊，着用命赔命，目睭赔目睭，喙齿赔喙齿，手赔手，骹赔骹。